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捷运，为着要来解决掉板南线人潮伤济的问题，为18号开始，甲2班加班车的起站改离个公主翠这站，但是前一站新埔站人嘛真多，煞着爱目睭金金看2班的空车驶过，民众反弹讲这是变相来减少着班次。台北捷运讲，目前加班车的调度维持无变，但是会甲4班普通列车改为空间优化的列车，互更较侪旅客会当顺利坐到车。8点06分，台北捷运新埔站列车进站无停，就安尼直接离开。后一班车进站，车门拍开，乘客就拼死3钱上车，就惊坐无到会迟到。无法度上车的人也是真多，柜台店满满拢是人。18开始，台北捷运调整疏运政策，新北往台北方向加2班车为港仔喙出发，也就是头前2站新埔、邦桥，乘客敢若会当看空车离开，无法度坐。今天看到蛮扯的，太多人了吧？非常麻烦，比较不方便，因为不能上车，因为每一站都很多人啊，不是只有那边需要疏通。等很久，我刚来，但昨天大概等了4班左右。乘客拢伫要互门夹着，台北捷运会有新的措施，因统计上班时间，新埔的平均进站8900人次，港仔喙是6100人次，载客量是真大，一个考验是真无简单。主要是为了兼顾到整个板南线尖峰时段的整体疏运哦。我们从数据资料来看，在江子翠龙山市是最拥挤的路段。那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做法，让这个整体的这个旅客搭车的这个候车时间哦，可以做到一些改善。台北捷运嘛，甲4班列车改造空间优化列车，参照调整栏杆闸边的位，甲第2到第5节车厢，原本一节60个位减少12个，增加更较侪空间，互乘客来坐。不过，敢真正会当及时疏运上班时间的人，台北捷运嘛会看状况来调整，尽量满足大家人的需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